香港電器產業歷史悠久，多年嚟堅持創新，喺國際市場佔有重要嘅地位，背後有無數嘅從業員不懈努力。我哋擁有頂尖嘅團隊，將品質與創新放喺首位，深受全球消費者嘅喜愛。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香港匯聚頂尖人才同埋技術，為電器行業注入創新嘅活力。我哋嘅產品暢銷全球，智能家電操控便捷，性能卓越，廣受國際市場嘅讚賞，係高品質嘅代名詞。我哋電器業規模龐大，涵蓋家用、商用電器及個人電子產品等多個領域，具有廣闊嘅市場前景同發展潛力。然而，因為品牌眾多，市場競爭激烈，企業需要不斷適應市場變化，提升產品品質，先能夠喺競爭中脫穎而出。行業非常注重創新，不斷推出智慧家居、節能家電等產品，滿足消費者對高生活品質嘅要求。如今家電行業唔可以只係技術上不斷創新，更重要係我哋喺環保同埋可持續發展嘅理念融入到每一個產品同埋生產環節。佢哋唔單止功能強大，而且耗能低，對於環境友好。未來行業發展更加傾向智能化，好似物聯網技術，會令到家電之間實現互聯互通，俾用戶帶嚟更加便捷嘅生活體驗。同時，節能環保繼續係重點，綠色電器產品肯定會成為市場主流，個性化定製亦都會越嚟越受歡迎，滿足唔同消費者嘅需求。我哋一直秉持嘅設計理念就係將科技同生活完美融合。喺我哋嘅眼中，電器唔再只係簡單嘅工具，而係提升生活品質嘅關鍵。大家睇下呢啲精心設計嘅電器，每款都融合咗創新科技同精湛工藝，從外觀設計到內部嘅構造，每一處細節都係經過反覆打磨，只係為咗俾用戶帶嚟更舒適、更美好嘅生活享受。我哋家電行業憑着卓越嘅品質同服務，贏得消費者嘅信賴。從產品研發、生產製造到銷售同售後服務，每個環節都嚴格把關，確保每件產品都達到最高嘅標準。呢個係我哋對消費者嘅承諾，亦係喺激烈嘅市場競爭入面立足嘅根本。香港電器業協會帶同一眾創新產品亮相是次廣交會，展示香港家電嘅卓越實力。我哋首次引入 3D 虛擬展覽，展示 3D 電器設計，俾參觀者通過 VR 設備感受科技創新，以及展示環保同可持續發展嘅方案。喺廣交會香港展館，你將會體驗到最新嘅產品同技術，並與專業人士面對面交流。香港嘅電器行業憑藉獨特嘅地理優勢、先進嘅技術、良好嘅商業環境及強大嘅國際市場影響力，持續喺全球舞台上發光發熱。隨住科技嘅進步與市場嘅變化，我哋期待香港電器行業能夠迎嚟更多嘅機遇與挑戰。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香港展館係你了解香港電器行業拓展業務嘅絕佳平台。我哋誠邀你參觀4月廣交會香港展館，探索最新嘅家電技術及產品。期待你嘅光臨，一齊見證香港電器創新。